今天都没了。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 给，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，龙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，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。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。现在可挺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一碗粥，那也得一人一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一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没吃饭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真是。给我一点吧，好饿，没有了。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，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不行啊，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，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当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不妥不妥啊！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。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，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？我卖了字儿以后，你还吃烧饼啊？我给你买10只烤鸭，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。吹吧吹吧，反正大清吹牛不上税。老大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自幼好学工书，不到10岁的时候啊，这朝中诸位大臣啊，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。
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。如今我沦落在此啊，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，不管是谁买了，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。是啊，你最棒，你最厉害，你是皇上，你说了算。发钱了！哎，来客了，来领钱了！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字儿有人喜欢。发钱了！发钱了啊！都有啊，排好队，几页几页都有。你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。哟，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，清丽潇洒，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。在世道好的时候，应该能卖几两银子。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，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！不瞒二位，在下萧凤生是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山西第一大才子萧凤生是吧？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是否画过一幅古道西风图啊？有啊，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。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，皇上爱不释手。怎么，你见过此画？啊，那倒没有。我有一个乡亲啊，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，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，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？世道不堪，灾荒之年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字画呢？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，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。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呢。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，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，好歹也能买碗薄粥。告辞了。哎，龙小弟，现在总算知道了吧？大臣们啊，觉得你的字值钱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？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，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这趟微服私访，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。响鼓不用重锤，那我就不多言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。我都赚不到，你能行吗？我，李焕，江湖就是我的天下，知道吗？